有天分爱注意，嘛爱注意安全，提醒家长真正注意厝内囡仔，难道有一个2岁外的查甫囡仔，厝内人一个无注意，就咧偷偷走出去，伫大路尔，都好一个骑乌托邦附近人弄着，倒伫涂骹一直靠加载，敢若溜皮尔。另外台中有一个嘛2岁外的查甫囡仔伫厝内底耍，即个1块银角，就咧甲吞落去，因也无发现讲即个囡仔呢一直咧变白想要吐，赶紧甲送去病院。 2岁查甫囡仔，你是走出来，伫大路安尼正向行路，沿路经过车，赶紧闪。这个差歹险要弄掉。当时民众想要去甲这查甫囡仔炸落来，但是走上紧啊！突然间有一名骑机车的妇人人，伊煞挡袂住，去甲伊弄掉啊！这查甫囡仔规人全倒伫涂骹练一日。一直有听人咧哭的声，伊抱着的，我想就是伊的，你知无？这道有影啊，伊就可能去哭着喙齿，喙齿破的。 过路人赶紧敲119，甲囡仔送病院。家长这时接到消息，紧赶来，好佳在只有嘴破皮，骹手刺伤。对一个2岁的小孩来说，你放他自己在外面这样子摇摇晃晃跑出来外面太危险了。那路里危险，囡仔就算伫厝内，有伊的危险性。台中有一个2岁查甫囡仔伫厝内咧耍，妈妈一个无注意咧，这囡仔竟然甲1块银角吞落去。妈妈发现囡仔一直想要吐。 用手要甲挖出来，结果银角煞一直向下面落。妈妈紧甲囡仔送到急诊室，用胃镜摕出银角。厝内细汉囡仔活动力甲好奇心拢真强，负责照顾的人一定爱特别注意。